来黑色，黑色，黑色声音好像稍微小声一点。有了，有了，OK，好，来再次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OK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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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也有。各位兄弟平安。暑假已经到吼，天气渐渐炎热，咱疫情嘛渐渐消散了吼，所以咱教会即摆有几个无共款的情形吼。第一，咱冷气最近拢整理过吼，前一阵因为定头门拍开所以前2年实在冷气损耗有较大吼，有较侪垃圾物卡在内底吼，咱冷气有重新清过。所以即马较会凉啦吼，过来就是咱即马即2边的塔门无要搁开啦，吼，原则上咱的塔门无开，迄边的窗帘会扭起来，即边因为无拍到热，所以咱窗帘依然拍开啦吼，所以咱渐渐有一寡无共款的即个配合即个咱的疫情的发展吼，另外今日是少年主日啦吼，所以少年人因有真好的准备，要甲咱做伙来侍奉。所以咱差不多其实看因咧彩排吼，真认真啦吼，所以大家嘛甲因鼓励吼，互因伫信仰上有所作为。这时咱请牧师来带咱开始的祈祷。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过去一礼拜，带阮伫你的稳定的路边。互阮享受到你的疼痛。这个时刻，阮来到圣殿，阮自责，阮要用阮全心、全情、全意来学了你的名。愿主你看顾阮，互阮伫礼拜的中间，甲你相拄。愿你成做阮生命路程的光，互阮会当每一届脚步拢行伫你稳定的道路顶面。阮为着无论伫来到教会，也是伫线顶，拢会当同心来敬拜，信心来引带。我嘛要特别为着今仔日少年主日，咱少年团契遮的青少年，要带咱伫礼拜中间来甲你相拄。愿主你互因伫无共款服侍的位置顶面，拢领受上帝你亲身的看顾祝福，信心亲身的引带。互因的侍奉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主看顾阮今仔日规场礼拜自头到尾，伊拢引带阮，互阮每一个时刻拢享受伫你的疼的内面。愿将今仔礼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也将阮家己
放伫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身引带阮，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今仔日由圣歌队来甲大家做伙会情的练习。对我正手边是梅爱，倒手边是苏曼，佮瑜伽。我是会互检查，有一寡会友甲对我甲瑜伽也较生疏，也无熟悉。但是佫感觉面熟吼。阮平时是拢坐咧迄位圣歌队的位，所以可能阮唱歌的时候徛起来，你捌看过阮。咱今日要练3首诗，第一首是圣诗第11首，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。圣诗11首，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。这首诗是一个多鲁古的牧师叫做哈友犹道，伊所创作的。伊伫玉山前行院咧教音乐，而且有去到菲律宾。教会音乐甲礼仪学院受造就，所以创造真侪台湾原住民相关的歌曲。伫圣诗内底收的这首较特别，就是讲伊有将多鲁古的音乐甲平地，敢若是平步调的款，甲结合做伙，而且佫加上较西方的这种较古典的音乐，伫中央迄段较放做伙。所以这种感觉较就是要来呼应伊第3拍的歌词内底写着的讲，无论族群种类，无论阶级的关系，大家伫主面头前拢是和谐来敬拜主。咱做伙三角来吟，为第1拍开始。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，创造万物，创造这世界，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，这宇宙何等美妙，所有众人高贵。一切因那牺牲，无分男女老幼，为了上帝创造宇宙。继续第2拍。世界的安排有理数，规日通天不杀尽风雨。我的天前充满主荣耀，万物保有你奇妙，所有万花草，一切草树飞鸟，笼中一类阳光，我以何来创造奇妙？真好，这首歌大家应该真熟啊！吼，过来咱献开487首。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。这首大家应该嘛是捌吟过，我咱真熟这旋律，所以咱直接第1拍、第2拍开始。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以关心的我，出去对来得的起来，世界他不说。耶稣听我，我心多欢喜。耶稣看我呀。
稣传我因是感谢伊。耶稣叫我，耶稣叫我听，我最更甜。我着困求伊要赞我水归照真命恨。耶稣听我心多欢喜。耶稣看我，耶稣传我，因是感谢伊。过来，请咱大家献到601首。全能上帝听我后叫，这首诗敢若是咱顶礼拜头一遍来练这首诗啊。我迄个时阵在圣歌队位听到这首诗的感觉是，若无看伊的歌词，敢若听伊的声的感觉是感觉凉凉啊、冷冷啊，迄种感觉。迄种感觉甲咱其他的圣诗的迄种感觉温度是无共的。若是讲有一寡较台湾调的调，无论伊是唱悲伤的，还是唱欢喜的，迄温度感觉起来总是烧热，甚至有一寡是较温暖。若是非洲较相关的歌是较热情，但是这条伊是按俄罗斯的民谣来的。我咧听的时候，感觉讲迄种情景，敢若是一片足平的边园顶悬落雪。顶悬看雪，月光照落来，佮反射迄种白色的光芒，迄种凉凉冷冷的感觉。咱看来先来唱第一拍就好，咱来感受一下看卖。全能上帝听我叫，让逼迫在求他，爱就像我的主保守，因我无所求，爱就像我的主保守。因我无所求。伊即拍的歌词讲：地上生活得主保守，以我无所求。这会当讲是一种在绝望中，敢若掠主做愿望的一种心情。所以，将这个歌词加起来，其实咱真歹体会讲，迄当初1920年代写这首圣诗的作词者。因的心情是安怎？1920年代，迄拄啊好是咱台湾会当讲历史上真好过日的一段日子啦。迄个时阵受日本人统治已经25年，建设哦基本上拢已经好势，经济也发展，文化的运动玩得真好势。所以，同迄个时代的俄罗斯拄啊好经过共产党的掌权，所以。产生真大的内战甲破坏，这是咱迄个时代、同时代足无共款的命运啊！所以咱可能真歹体会因迄个时阵受到的压迫甲困难。但是现此时，咱其实咱有共款类似接近的心情啊！前2天，毋是日本的前首相才受到刺杀。这1个月前，咱伫爱民教会，咱共款长老教会的兄弟，我受到第一次受到枪杀，就是讲这个世局愈来愈混乱。咱来体会迄当阵的心情，安怎掠主做咱的愿望，愿主来祈祷，伫绝望中唯一的倚靠。咱即届请姊妹唱第1段。兄弟册有第2段，咱到第3拍的时阵，咱做伙合唱，安尼好无？来。全能上帝听我叫，严逼迫在求道，
来请兄弟，求求心无平安，教会充满灾难，下好包围破坏侵犯，求你的完全，下好包围破坏侵犯，求你的完全。求你接纳是阮人民，令主充满欢喜。求你可你照有平安，心甘生命无憾。求你可你照有平安，心甘生命无憾。请大家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帝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找求伊的旨意。这时，请咱做伙献开圣诗第601首。圣诗第601首，专灵上帝，听我吼叫。专灵上帝，听我吼叫。谦卑迫切求讨，地上生我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地上生我得主保守，以外我无所求。请咱起立金全首。就像
家请坐。主祷文，请张贺姐妹带咱来祈祷。主祷文，愿你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荣耀，你的旨意理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日时今日予阮，赦免阮过负，亲像阮也袂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得操阮一日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掀开启应文第63篇。启应文第63篇，也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，显着咱做伙来启应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袂当肯定。对神，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。对神，阿伯比该允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对神，以诺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。以诺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。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对神，哪啊对还袂看见的事，有听上帝的警告。对即个神，伊定世间人的罪。对神，阿伯拉罕受掉去底要承接做产业的地的时，遮个人通过因的信，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。即是请咱做伙掀开圣诗第11首。圣诗第11首，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装他即世界。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，这宇宙何等美妙！所有壮年老爸，一切囡仔逝世，无分男女老幼，阿老上帝创造宇宙。请咱起立跟转手。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装他这世界，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。这宇宙何等美妙！所有壮年老爸，一切囡仔逝世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阿老上帝创造宇宙，四季变换，安排有着事，规年通天舞山真丰富，大地见证充满主荣耀，万物保养你奇妙，所有树木花
的创造，你的恩典每日在保卫，你慈爱永远无离。不管路困境累，无论兵战富贵，无分界结关系，无路歌声永远无停。请坐。这时，请许伯恩弟兄带咱来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主宰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赐予阮平安的一礼拜，嘛赐予阮好的天气，予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敬拜学罗你，同心自责，享受你的恩典。今仔日是少年主日，感谢你引带少年团契的每一个人献就家己，全心全意服侍甲敬畏你。为你所用，互遮个青少年亲像萨姆尼提摩太之油，对少年时就服侍你，行伫你的恩典之中。求主帮助所有的青少年，无论伫学校、家庭，也是伫教会中，拢有好的人际关系，甲你嘛有搁较亲密的关系。阮嘛感谢你保守台湾所有的百姓，互阮伫疫情中间依然徛在坚定的信靠你，嘛求主祝福所有受疫情影响生活的家庭，互因伫艰难的环境中会明捌你，听到福音。嘛为着世间各地的战乱、饥荒、灾害、罪恶甲无公义祈祷，求你降落怜悯甲和平，互阮拢得到你的恩典。嘛为着教会后半年度的事工祈祷。一切拢有上帝引带、看顾，顺利进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圣经，请林聪慧姊妹带咱做伙来看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到37节。25节，有一个教律法的先师起来试伊，讲：先师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？耶稣对伊讲：伫律法有记啥物？你读了怎样？伊应讲：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耶稣甲伊讲：你所用的是着行即个就的话。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着，就对耶稣讲：一锤是我的厝边。耶稣应伊讲：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贼扒伊的衣裳，拍伊到半死，放下地做引去。臭巷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看见伊就想对迄边过去。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，看了犹原对迄边过去。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对遐过，看见就怜悯伊，君外用酒停伫伊着伤的所在，甲伊包地，将家己的金丝互伊骑，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。隔日摕棍仔2个，互店主讲：着照顾即人，所费若较加，我倒转来才行礼。
这3人中，你拍算倒落一个最拄着插彼人的厝边？伊讲，灵敏伊的就是。耶稣甲伊讲，你去照安尼来行。献诗，请少年团体来为咱献诗。伊所免献的诗是《君王就在这里》。讲道，请柯牧师来为咱讲道。伊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以仁慈对人。各位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感谢你，互阮自责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圣殿同心敬拜，学了你的名。
这个时刻，阮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帮助阮进入到你的恩典的内面，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。愿主，互阮听到你的快乐，互阮伫阮生命中得到养分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愿主引带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拢对耶稣的故事其实有了解，有的故事咱会珍惜，有的故事咱可能较无遐了解，到底伫描写耶稣是咧讲要对咱讲什么款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我想是路加福音的作者，伊咧描写耶稣的一生，甲伊咧描写耶稣伊的故事。伊要描写这个代志，是为着要将耶稣介绍互遐毋是犹太人的族群来明白。特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，咧描写着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关系。我咧看路加，伊想要用无共款的角度，要来回应犹太人久长以来对外邦人，也是讲对撒玛利亚人的轻看的态度。所以咱若对今仔经文，咱看到讲，这个经学教师咧问的是讲，我的厝边是治罪的，到底伫这个故事的内面，啥人是我的厝边？不过，咱会失去这个焦点，因为这个经文看起来敢若是今仔日的主题。不过，咱来看。律法师大声所问的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伊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要怎样才有法度得到迄个永远的生命？也是较白话讲，就是我要安怎才当得到迄个永远生命的迄条路？耶稣笑着比喻的一个故事，是咧说明咱人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实践上帝的话语。这段经文嘛真特别，是路加福音内面特别有的资料。对圣经学者因的研究的内面，这个故事其实因甲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，耶稣伫山顶的这个架势八个福气内面的第5个所讲的。爱用仁慈来对待人，上帝嘛用仁慈来对待因的人，是大有福气啊！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咱用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路加要来表达上帝的仁慈，也是将这个仁慈看作是上帝真特别的特质，是上帝疼的一个表现。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，因中间有误会。这个误会，互因互相无来往。尤其对犹太人来讲，今仔日耶稣所表达的这个比喻的故事，是真深的意义伫咧。迄是因为犹太人拜他，就是伊无接纳其他的人，伊用上帝的选民掠家己做上大。伊根本看袂起其他的族群。咱若对于今仔的故事，咱有了解时，咱会看到真正咧实践上帝旨意的人，却毋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互犹太人所看轻、弃杀的迄个撒玛利亚人。律法教师原本是要来试探耶稣。反倒等互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故事牵咧行。伫耶稣的时代，有侪人，就是遐侪犹太人，因拢真熟摩西所讲的这个律法。这个人自细汉就咧读这个律法，因通过一个咱讲的鉴定，鉴定了后，伊就成做一个律法的先生。这是一个真无简单会当达到的一个身份地位，所以对犹太律法
毋但爱真实，而且嘛爱真活伫生活中来运用活出来。所以担任律法先师的人，伫犹太人的社会内面，咱讲伊是一个有权、有势力的一个社会阶级的人。就是伫犹太人因的社会内面，律法教师的地位真悬。咱若对路加作者伊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路加会认为，这个律法的教师，伊来找耶稣是无一个不怀好意的，因为伊照着问题要来试探耶稣，伊要想讲对耶稣所回答的这个话语中间，敢会当找到一寡浪芳来控告伊。伫福音书其实嘛有其他的人问这个问题，你问讲我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这个问题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，伫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，伫路加福音18章18节，其实拢是咧讲同一个代志，就是因提出先师，我应该做什么才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？当伊安尼咧问的时阵，其实咱会当对整个的背景去看到，迄个时代人认为爱用做好事来换迄个永远的生命，因为有这种观念伫地，交换的观念，所以甲圣经所描写的假释是无共款的。耶稣知影这个律法的先师来问题，伊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伊知影伊咧想什么？所以耶稣无直接回答伊问题，反倒等是用对方已经熟的一个律法的知识，伊的专业来问伊讲：那咧律法书顶面是咧讲什么咧？伊要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耶稣问讲：律法书顶面讲的是什么咧？你是怎样咧解说咧？也就是耶稣咧问这个律法教师：你普通时你咧教示，你咧甲人讲，你咧教示人，那咧你咧说明这件代志的时阵，你是安怎甲人讲的？律法的先师伊安尼回答讲：你要用全部的心。你要用你的感情甲你的灵魂，你要用你所有的气力，以及你所有的理智。这个理智所讲的是你的所有的头壳内面，来爱主你的上帝。而且你嘛要爱厝边，亲像爱家己一样。这位律法的先生，咱看到伊对摩西所定的这个律法条例，伊足清楚的。伊将这所有内底所读的，伊过去所了解，用2句话就回答了耶稣的问题。摩西5经，就是咱即马所读的旧约圣经的头前5卷。这位教师是根据着申命记第6章第5节、利未记19章18节来回答耶稣的问题，表示这位先生伊真了解，而且伊将伊所读的甲整合起来，来回答这句话。这个重点就讲出来，讲出这句话。但是耶稣安怎接伊呢？耶稣甲讲：你讲了真好，那呢？你就照你所回答的，你已经知影的答案，你已经知影要安怎去做的时，你就去将圣经内面的假释行出来，照你已经所明白的，你去做。另外一个意义就是，耶稣同意伊拄则所回答的。各位兄弟，你即摆生命的状况是怎样呢？你对这个永远活命的生命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
有可能你会问牧师讲，怎样才有永远的活命？当咱咧安尼问的时阵，可能咱的动机甲迄个律法教师无共款。咱毋是要试探耶稣，有时咱可能会有一个怀疑的想法是：相信基督的救赎，相信耶稣基督救我。但是，迄个永远的活命对咱来讲是一个未知的状态。我要怎样才会当确定呢？咱可能会安尼想，圣经我可能无比迄个律法教师遐尼熟，我会当将上帝律例诫命运用伫我的生活内面，我无法度确定，我嘛无法度确定讲，迄个永远的活命对我来讲是甚物款的状况。但是耶稣对律法教师的讲法是：你回答了真对，你爱照你所讲的去做，那呢，你就法度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是耶稣咧回答的。那呢，耶稣的回答对咱来讲，咱敢做会到吗？当律法教师咧为着永远活命咧问问题的时阵，伊是带着有一个目的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咱嘛爱问，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嘛爱问。当咱问的时阵，你咧面对这个永活生命的这个问题时，咱是带着什么款的目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呢？耶稣讲：你要用全部的心，你要用你的感情、你的灵魂，你要用你的快乐，你用你的理智，你所有一切的心意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爱你的上帝。耶稣所讲的就是，这个命令是爱咱每一个人完完全全来信靠上帝。只有对咱的内心内面来完全的相信的时，咱看袂到未来，咱无法度亲身经验，咱无法度对遮所有咱即马现在一切，咱会当知影讲未来是怎样。不过，当咱愿意完全的时阵，完全来信靠上帝的时阵，那呢？你就会当知影，你即马所准备的，是为着未来的愿望继续向前行。迄个永远的活命，是通过耶稣，咱才法度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爱上帝，这点对咱来讲可能无啥困难，因为咱只要专心倚靠伊就好。但是，这律法教师伊讲的第二句话，你爱厝边亲像爱家己一样，对咱来讲可能有淡薄仔困难。这个厝边到底是一谁呢？厝边到底伫倒位呢？这个厝边伫原文的内面的意思是讲，迄个近我你的人，就是你会当上接近。一个你伸手就会当帮助伊的人，所以伫圣经内面有个翻译讲，伊是厝边。咱要听人，敢有遐简单吗？人会爱家己，却无法度去分享家己的听。有的人毋知影爱家己，伊就无法度去甲人分享，要安怎来领受上帝的听。不过，耶稣爱咱每一个人，用家己所有的心灵来听上，来爱上帝。互咱在领受上帝听的时阵，去学会晓去爱别人。所以耶稣咧讲的这个，其实就咧甲咱讲这个十字架顶面的听。当耶稣问伊讲了后，这个律法教师其实。伊心内还阁想要挑战，所以就问耶稣讲：伊家己有理，伊
伊就伫即个心态顶面，就哪像头前所讲的，伊要来试探耶稣共款。所以伊袂因为耶稣安尼回答，伊就真满意。伊继续提出讲：那呢，啥人是我的厝边咧？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咧？伊想要对耶稣遐得到无共款的答案。伊毋是真正要追求伊头前所问的第一个问题，迄个永远的性命。耶稣伊伫加利利，伊咧传道理，伊咧救赎，伊咧医治，已经有侪人围伫伊的身躯边。咱讲到伊的身躯有一阵群众的力量伫的，即种的力量对当时的犹太宗教，也是社会领袖，互因有一个无安全感。所以当即个律法先生来找耶稣的时阵，嘛有一种对抗的意义伫即个内面。所以当伊进一步咧问耶稣讲：啥人是我的厝边的时，其实牵涉到对律法一个传统的中间有一寡意义伫咧。因为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，因无法度将遐毋是犹太人看做是厝边。虽然因真清楚讲到律法内面有安尼规定讲，特别记载伫《申命记》第10章19节，讲恁爱用仁慈来对待外来的人，因为恁伫埃及嘛做过迄个外人。犹太人毋是安尼想，因敢若将即个厝边限定伫因家己的族群的内面。所以耶稣就开始讲了即个比喻。伊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，伫半途拄到一个强盗，伊将伊的衫拢剥了，甲伊拍到半死，迄伫迄个所在。讲拄啊好，有一个祭司为迄条路落去，就是为耶路撒冷离开，要往耶利哥行去。伊看到迄个互人拍半死的人伫路边，看到就闪开。第二个人是一个利未人，伊嘛进前去看迄个人，看到嘛闪开。不过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迄个人的身躯边，这个撒玛利亚人进前去看伊。看到伊心内就怜悯，咱的台语翻译做怜悯，实际上是咧讲到伊的心受到拍动，然后就用油用酒甲伊的空喙处理了后，佮带伊去到会当休困的所在。毋那是互伊休困，过暝，佮付清了伊所有爱的费用。这段经文咧描写到撒玛利亚人，伊看到了后，毋是看，伊有行动。所以咱若对于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31节到32节，咧强调到迄个祭司，伊远远看到就闪开，看到迄个服侍上帝的利未人，看。正经看了嘛闪开，因毋是无看见，因看到啊，总是因的态度，拢是对即个受伤的人表现出一个看袂到的态度伫咧。伫旧约圣经内面，祭司也是利未人，因的工作是帮助人。来到上帝面前，因咧帮助人来领受到上帝的疼。却是因伫路上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受伤的人，因却失去家己原本应当做的代志。所以，耶稣伫这个比喻的内面，耶稣要甲咱讲的是。咱人若真正相信上帝，
却对看会到人的苦难，咱看会到伊就伫咱的目睭前的时，咱对即个代志无反应。那呢，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。当耶稣继续讲，耶稣咧问即个律法教师讲：照你的看法，倒一个才是拄着强盗伊迄个人的厝边咧？是什么人用行动证明家己是一个好的厝边咧？律法教师其实伊个带着一个看轻，毋是犹太人的目镜伫咧。伊无愿意讲出是撒玛利亚人，而是用讲迄个怜悯伊的人。虽然犹太宗教拢讲因咧遵守所有的律法，但是对正人应该认定的这律法的总棍头，伊却无完全的去做。但倒是互因看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，才是真正咧实践这个律法。今仔的经文，互咱看到律法基本上是咧爱上帝，是咧爱厝边，而且爱有怜悯。律法的精神，才有法度真正实现伫咱的生活中。咱毋是去掠条迄个律法，咱袂记咧律法背后的意义。厝边有需要帮衬。所以，撒玛利亚人就是迄个受伤的人的厝边，嘛表达了受伤的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只要有需要，应该拢是你我的厝边。虽然律法教师无愿意承认撒玛利亚人，但是我咧看，我咧想，耶稣是咧要求咱。伊伫即个比喻的内面要求咱，爱主动去做别人的厝边，而且付出你的疼、你的爱。无论对方伊的种族也是背景，律法教师应该是听有耶稣的教导。伊回答耶稣讲，是伊迄个用怜悯仁慈对待伊的人。伊知影伫即个故事的内面，伊知影是即个仁慈怜悯的人，所以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。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。”今仔日咱是少年主日，咱看到少年团契，才会即阵青少年，因真用心咧陪伴家己。因将家己伫礼拜中的服侍看落真慎重。对即几礼拜因的有陪伴赞美的排演，甲今仔早起的练习，我看到因是专心专意咧听咧爱上帝。我嘛相信即阵囡仔、即阵青少年，一直服侍内面，真正会当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疼。带着上帝祝福，我相信当因安尼领受了后，伫因的生活的内面，伫因的学校的内面，因会当甲人来分享上帝的疼，互人来敬我耶稣。真正忠实伫上帝的人，是将圣经中间上帝话来实现出来。这位经学教师。伊真清楚上帝律法，清楚了解摩西所规定这一切细节。这位祭司，这位利未人嘛同款，因真认真咧遵守这所有一切条例，总是因将这个条例放伫宗教的仪式的顶面。当伊咧教人咧明白的时，因却无一个实际行动，因无实际去帮助人的需要。那呢，
咱若是将这个律法条例放伫咱的头前，咱无行动的时，爱上帝甲爱别人，迄拢是空的。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活命，需要咱去行动，需要咱领受上帝听，就用仁慈、怜悯去对待别人。所以，仁慈毋是一个名词，伊毋是放伫迄个所在。仁慈是一个动词。耶稣讲：“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。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。”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当阮领受你的听的时阵，阮却互遐所做律法规定所影响着别条的。阮袂记得上帝，你是要听阮正人，你嘛爱阮用你的听去爱别人。愿主帮助阮，阮会当行出去，阮会当来回应耶稣所讲的：“你去，照安尼行吧。”互阮牵条着你的话语，牵条着你的应允，互你的祝福，你所享受的智慧甲气力，互阮行出去，照安尼去做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请咱做伙用圣诗第487首来回应上帝的话。新圣诗第487首，耶稣听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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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关心伫我。出去入来，倒地起来，时刻听无煞。耶稣听我，我心大欢喜。耶稣看我，耶稣带我，今时感谢伊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伊关心伫我。出去入来，倒地起来，时刻听无煞。耶稣听我，我心大欢
家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做伙来奉献。当咱经历甲少年上帝恩典的时阵，咱嘛回应上帝恩典，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期待即个疫情较严重的时阵，咱的敬拜、咱的生命拢会当继续成长。啊，请第一遍来到教会的会友，毋好奉献。若是你还毋捌认捌上帝的疼，欢迎你先来认捌上帝的疼，明白奉献的意义。大家请坐。这时报告，请王永仪姊妹带咱做伙来看。伫报告的在先，咱先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伫咧周报的第2面读2遍。里面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。你去照安尼来行，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，伊讲灵敏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，你去照安尼来行，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。后礼拜的圣工分担，台语礼拜领唱苏坤龙长老、苏礼。陈定慧长老、苏琴、周胜美姊妹献诗圣歌队，苏宪、赖韵如执事、张景伦执事，交代赖韵如执事、张景元兄弟，音控施浩轩兄弟、陈佑珍兄弟。华语礼拜的圣工分担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后周的聚会，拜三的查经基督会。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张景伦执事。后礼拜的主理是张宣凯牧师。题目是“是值得、有价值的”。
经文伫咧罗马书的第5章第6节到11节。刷落来看周报第6页的教会消息。第1点，少年主日。今仔日是少年主日，由少年团体参与礼拜各项服侍，带领兄弟敬拜，愿上帝赐福伫信仰、学业、生活上有满满的稳定。第2点，2022年上半年度检校通知。本主日上午11点伫团契教室办理检校，请团契在务同工准备检校需要的物件来受检。第3点，中执会开会通知，本主日礼拜中昼12点半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参与。第4点，圣礼典，8月14号举行圣礼典，若有准备受洗礼跟信礼的，请向干事摕报名表，写完请交予牧师。第5点，成人主日学，后主日上课，老师是全嘉玲老师，题目是与主相遇在家摆农。第6点，文艺传道奉献主日，后主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。其他的报告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好，咱即礼拜依然我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。第一个家庭是陈佑珍吼，兄弟伊伫咱地中央吼，囡仔怎啊伫主日学吼，咱为着因代祷吼，要为着因的伊细汉后生斗鱼吼，要上小学吼，会当互伊真快乐伫甲小学内面来学习。第二个是斗年吼，伊大汉后生要升迄个中年级啦吼，互伊有一个上帝互伊身躯甲伊的心灵拢有重大勇气。嘛为着伊太太如新吼，一个升等报告会当通过吼，咱为即个家庭即礼拜为因祈祷。第二个要为着云威吼，一直伫后壁吼，云威伫后壁吼，要为着伊爸爸妈妈吼，所长老啦吼，长老娘，嘿，为着伊的身体健康、全家日常的生活来祈祷吼，保守因拢会当出入有平安。为着伊的查某囡仔吼，新言甲义路的学业甲信仰来代祷，即马嘛伫主日学啦吼，对，互因有一个学习适合因的学习的历程吼，嘛互因会当凡事来信靠主。为着伊家己甲伊的先生龙邦吼，伫工作、家庭、服侍的即个无用的中间，恳求上帝赏赐因智慧甲气力，互因真感恩，会当完成每一项的代志。咱只是当心为着即2个家庭，咱来代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成做一体，彼此扶持，彼此代祷。我们要为着佑珍伊的家庭来代祷，为着伊的2个细囝，即马要进入到小学以及中年级的即个学习，愿主保守因有一个快乐的学习，互因所领受遮所的知识，上帝你赏赐互因，或者知识成做因未来的帮助。我嘛恳求上帝赏赐加添智慧伫即2个细囝的内面。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拢有上帝亲身的祝福。为着伊的太太如新一个升等的考试的报告会当顺利通过。我为着云伟的家庭来祈祷，愿主你看顾所长老夫妇的身体健康，以及云伟因全家日常的生活出入，拢有上帝保护看顾。为着伊的查某囝。新言甲义路因的学业、信仰的生活，拢会当有助力亲身的引带，保守因、看顾因，互因伫学习的中间经历到上帝稳定疼痛。为着因阿某2人的工作、家庭、服侍，拢有上帝的带领，以及赏赐教业的智慧甲气力，互因每一项事拢伫上帝保守内面顺利来完成。愿主你看顾即2个家庭，你引带因头前的每一天的路站，愿将因阮的祈祷献上伫你的面前，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好，以上。
好，即时所要变的圣诗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吟诗煞，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延命运典慈悲。天父上帝受赐大福，听咱心手行义，亲手行义，星星愿灵甲咱感动，行去达咱心内。为伊甲咱相通，真是高万世代，真是高万世代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疼痛甲慈爱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正人之地，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默祷。咱彼此请安。